伊结权，想是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记若伫天、伫地、甲伫地下的，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，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归荣光上帝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本堂的科牧师来讲道。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反败为胜第5讲。对死亡到搁活，对死亡到搁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搁一届感谢你，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有份伫你的恩典的内面。这是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互阮面对阮人生中所有困境、挑战的时，阮安怎会当来倚靠你？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互阮心拍开，求你亲身入来阮的心中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要讲反败为胜的第5讲，对死亡到搁活。其实咱对今年度，咱用5届的福音主日的信息，用5个人来传扬。来讲反败为胜的福音，其实今仔一讲应该伫11月份，但是因为咱后年咱下半年度因为侪关系，咱有做一个调整，所以顶礼拜咱才刚讲过以斯帖王后的代志，所以今仔日咱搁要一解来看，这个上尾的结论就是耶稣，伊安怎带咱对死亡行往搁活。但在之前，咱搁一届来复习。其实为1月份，咱有看约瑟；3月份，咱看摩西；6月份，咱看大卫；顶礼拜，咱看以斯帖；今仔日，咱要看耶稣。咱另外搁来回想一下，伫约瑟伊过去的故事内面，伊的一生拢有真侪困苦的时间，伊嘛面对真侪挑战、引诱。但是因为伊愿意敬畏上帝，伊掠上帝做头，所以就跟对耶和华的话，遵行耶和华的教示。那呢，咱若像约瑟共款的时阵，咱咧悠然咧面对约瑟迄个共款的困境的，咱就会当赢过这一切困境。摩西，伊对埃及听到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上帝呼求了后，一直耶和华呼召伊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一直到进入到旷野的这段时间，摩西倚靠上帝，处理过侪艰难困难的代志。所以上重要是，伊遵行上帝诫命、律例甲典章，伊照安尼咧行，所以伫带以色列百姓的这段期间，伊就真顺利来完成伊的使命。当大卫咱所看的迄段经文，是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以色列百姓，所以派出一个真大张的歌利亚来挑战。这个歌利亚，伊侮辱耶和华上帝的名，所以大卫在面对伊的时阵，伊倚靠的是耶和华上帝。毋是倚靠遐刀剑、遐武器，所以伊为着维护耶和华上帝的名，伊勇敢站出来，打败歌利亚，拯救了以色列百姓。顶礼拜，以斯帖王后，伊无因为伊看见规个族受到陷害，要灭族的这个危险，所以伊知影伊的使命，因为末底改甲讲。你得到这个王后的位的时，是要为着今仔日，所以伊就无去贪恋伫王宫内面遮的享受，伊冒着一定可能会死的这个必死的决心，要甲家己所有的百姓做伙。那呢，今仔日咱所要看的是对死亡到搁活的耶稣，唯一战死亡的人，敢若耶稣尔。咱要明白的是，这个耶稣毋是为着伊家己
是为着在座你我受到各项的试炼挑战，上尾牺牲伊家己的性命，流出宝血，救赎着你我的性命。那安尼，咱要来看，伊是咱的典范，也毋过，咱还阁一摆来思想，无一个人伊的一生毋捌失败，也是拄着困苦的代志。这个关键伫咱要安怎来面对这个失败？咱袂当甲上帝讲，你将这个失败、艰苦的代志刷开。咱要爱想的是，当这个挑战出现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面对伊？咱要来倚靠上帝，行伫伊为咱备办的道路顶面。失败也是困境，有时啊，有人的心会冷，会丧志，会真消沉。有的人有可能安尼自杀，但是这个经验，却会当成做咱未来会当帮助家己，以及帮助别人，会当互人对迄个陷落伫深谷内面爬起来的一个力量。所有伫反败为胜的这个书内面，耶稣对死到过活，道成肉体，降生伫咱的世间，伊上尾应要关心到上帝宝座的旁边啊，是上好的典范。那呢，咱对失败到底有啥物定义？咱每一个人对失败的定义拢无共款。其实，伫咱的生活中，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咱拢咧面对挑战。但是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，有人讲我会成功，有人讲我已经失败。那呢？到底你对失败的定义是啥物？以我家己的想法，这个失败的定义，就是咱人有一个欲望伫咧，因为咱有一个想要爱的物件。咱就为着这个咱想要爱，咱会设定一个目标。当咱咧进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间，有可能咱永远都无法度达成。那呢，咱就会认为咱失败。咱若达成这个目标，咱讲咱成功。其实伫即马咱的社会，最近的迄个学生，因侪咧追求迄个真好的明星学校。有的人讲，我无法度考到迄间学校，我有算的迄间学校，我就失败啊。但是，敢真正是安尼呢？今仔日的经文，今仔日的题目是对死亡到过活。那呢，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惊去面对死亡吗？其实死亡是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的，但是你会惊吗？伫拜三暗时，我参加小组结束了后，我骑奥多摆经过咱头前迄个南华街口，伫迄个停红灯准备要行的时阵，变青灯要行的时阵，有一台奥多摆为我后壁甲我弄起来。迄阵我真疼真疼，疼到无法度讲话。牧师娘伫迄个时阵敲电话来，我嘛毋知哪遐拄好，伊敲电话来。第一通我无法度接，因为我真疼，手举袂起来。第二通我接了后，我甲牧师娘讲，我即马足疼的，我发生车祸，我伫倒位，我无法度甲你讲话。牧师娘就紧联络文成长老、邱敏技师，伊就真关心，赶到现场，赶到病院来甲我关心，来甲我协助。伫病院经过医疗处理，手的遮填4针，骹也填2针。然后我转去厝了后，牧师娘甲我讲，伊讲迄阵听到你发生车祸，我心丢一下。但是佫听讲你会当讲话，佫会使讲遮详细，我就放心啊。其实迄个时阵，若有一个无拄好。我嘛是咧面对死亡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敢惊死亡这件代志吗？耶稣基督，伊对死亡，伊赢过死亡，了后伊过活。咱对今仔的经文，咱搁一个来看，圣经耶稣基督，伊本底就是神，伊伫还未来到咱这个世间生活进前。伊就甲上帝同在，
伊是三一的神其中的一位，所以伊本身就迄个神完全的荣耀、尊贵、权柄、能力、智慧，还佫有你所想会到遮的形容，即个基督的即个称呼。即个内面，咱佫看到，伊无掠遮所有的一切，伊掠掉的，因为伊将遮的放落。伫华语内面讲抢夺，就是伊紧紧掠掉遮，伊无爱放。加上伊本底有神加伊的权能、伊的权柄、伊的能力，伊无掠掉的。伊颠倒回头放空家己，伊选择伫人的身躯顶，经过10个月怀胎，成做咱世间人。伊用即个圣洁无瑕疵的即个神性，来承担咱每一个人的罪。所以，伊降世成做一个塑造的人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拢会知影，耶稣基督用这个方式来到咱的中间，一个唯一的神，伊降世成做人，伊甲咱每一个人同款，伊面对忧伤、腹肚枵、真忝，伊阁会歹重担，伊阁面对痛苦、试炼。甲失败，伊嘛受到人的批评、攻击、甲侮辱。伊所做的这一切，伊所面对的这一切，拢是要承担咱每一个人所犯的罪，只是伊无犯罪。那呢？经文阁讲，伊愿意顺服耶和华上帝，正做奴仆的样式，来服侍咱每一个人。咱即马敢有面对困境吗？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每一天咱拢会面对一寡困境、一寡挑战。耶稣讲：“我经历过。”你敢真心灰意冷吗？耶稣嘛讲：“我经历过。”耶稣安怎经历过这的代志呢？咱来想想，咱来回想一下。耶稣伊出世的迄个所在，咱想想，伊是一个真丧乡也好，真荒凉也好的一个所在。咱想看觅，伫即马的世界，咱要去倒位找即个所在？当然，即个所在毋是伫咱中华路遮尔繁华的所在，嘛毋是伫一个大都市内面，有可能。是伫一个真安静的小所在，这个所在人讲袂出什么好物。那呢，今仔日这个所在有可能对咱的认知内面，咱会讲伊伫中东、伫非洲，也是伫一个真落伍的国家内面。但是咱还记得，伫这个所在内面，咱搁要去注意看，可能有个厝还阁袂歹，咱来跳过遐个所在。咱想想，伫迄个当时，约瑟甲玛利亚上圣殿，要为着庆祝耶稣的诞生，伊用2只幼子仔诚做祭献予上帝。这个礼数是因为一个善家的人，因的家庭用这个方式来献祭，所以咱咧想想，咱要找是一个可能真丧乡一般的家庭。伊毋是真好呀，直到耶稣渐渐大汉，咱想看觅，耶稣伊可能有一双真粗皮的手，因为伊咧做工。咧做工的过程内面，伊手可能乌乌，伊衫穿了一件流汗流澹的衫。以赛亚书52章安尼讲，当咱看见伊的时阵，伊无真水的面貌。会当互咱欣赏，所以第3世纪的数学家奥利根伊安尼讲，伊讲有可能耶稣伊无悬，伊的面貌嘛真普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感觉家己是毋是嘛真普通？所做的代志嘛真一般尔尔。其实耶稣嘛是安尼，伊经历过你所经过一切的平凡。
伫希伯来书第2章17节到18节安尼讲，伊讲伊会侵入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，每一个真有的所在。因为安尼的时阵，伊才有法度徛伫爸上帝面前，替所有人拄咱的罪，成做咱的大祭司。所以，伊已经亲身经历过这所有的一切，痛苦也好，试炼也好，伊拢了解。因为伊了解，伊带咱，互咱随时的帮助。所以，有时咱感觉咱真送香，这个送香毋是指你的财务里面的送香，有可能是你的心内的送香。耶稣知影你的感受，有时你可能会感觉互人剥削、压榨。耶稣知影迄个是啥物感觉，因为人所经历过，伊拢经历过。耶稣甲你讲，我拢经历过遮个代志。但是有时咱讲，咱的人生毋是安尼，有可能你是头家，你是主管，你的生活还阁算会当真。上帝有赏赐你有教业的稳定，你会当过了还阁袂歹。那呢，耶稣甲你敢有关系吗？当然，甲你有缘有关系。咱看耶稣，伊亲身呼召、竞选，而且伊阁计划伊的宣告遮个代志。所以有侪人对伫伊的身躯边，抑阁有对无共所在来的遮个富人人，拢伫伊的领导下骹。所以伊知影，真做一个主管，伊的压力甲困难，因为遮个困难有侪伊拢明白。经过遮个困难，你敢有想过要放落一切，啥物拢无要管，只想要安静家己一段时间吗？耶稣有安尼做过。有一日的早时，天还未光的时，耶稣起来到旷野的所在，伫遐祈祷。你敢连食饭的时间拢无，真无用，无用甲无法度食饭吗？耶稣嘛有安尼的经历，因为迄个时有侪人来找因，真侪人来找因，所以伊甲伊的门徒连食饭的时间也无。你敢有真侪批电话爱联络吗？其实耶稣嘛经历过安尼的无用，因为有侪人到伊遐。有变碎的，有青霉的，有矮狗的，这些病人拢伫伊的骹前，伊拢家己医治好啊。你敢有捌互厝内人误会的压力吗？耶稣嘛经历过。当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，耶稣伊的亲人听见，就出来要甲伊扣掉的，讲伊癫狂啊。你捌互人误会？诬告吗？其实，伫耶稣要受死的前一暝，人还阁咧找假见证，要来告伊，要来甲治死。你敢有你身躯边的朋友，互你失望、扣袂掉吗？其实，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，伊需要帮助的时阵，其他的人拢困去啊。耶稣来讲，怎样恁袂当甲我做伙谨慎吗？当你袂当确定未来的代志，其实耶稣嘛会。当伊咧讲到末日的时阵，伊是安尼讲，讲到迄日迄个时，无人知影，连天顶的天使嘛毋知影，人子嘛毋知影。耶稣经历过这一切，伊体验过所有的悲伤、艰苦、试炼、挑战。耶稣嘛捌受气。伫圣殿洁净圣殿内面的物件，伊枵饿的时阵，伊嘛捌念迄个麦穗来食；伊忧伤的时，伊嘛伫众人面前流目屎。大风影，伊伫船顶，伊安稳的伫遐咧困，是要为着互伊的门徒心安。当伊咧传福音的即个路上，伊嘛互人赶出去城外。各位兄弟姊妹。无论你面临到什么款的人，还是代志，耶稣拢知影你的感受，伊了解你的心情。
这是因为耶稣伊降世成做人，伊就放空家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相。伊顺服上帝，直到死，为咱死伫十字架。因为这个死是互人用犯罪的罪犯的方式来审判、来侮辱、来鞭挞，上尾钉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当伊咧忍受这个十字架顶面这个真残酷的酷刑的时阵，伊真痛苦，所以伊向天父上帝求讲：爸啊，赦免伊，因为因毋知因所做的一切。耶稣安尼求救，毋是若为着这鞭挞伊、侮辱伊的人甲兵丁尔尔，有完是为着在座咱每一个人甲全人类。耶稣伫十字架顶面的上大的痛苦，毋是伊身躯顶所承受的迄个侮辱、鞭挞，是全人类的罪，拢归伫伊的身躯顶。所以，伫十字架顶面所承担的是你我所有的罪，所有人的罪。所以，伊真孤单咧叫的、嗷叫的这个声，伊的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开佮放杀我？当耶稣发出这句话的时阵，其实照圣经的记载，伊的身躯已经伫十字架顶面6点钟啊。所以，咱会使想象，伫迄天的早时，耶稣伊伫一个真无平的路顶面咧行，了后兵丁用钉啊钉伫伊的手，钉伫伊的骹。当罗马兵丁将这个十字架压起来，放伫山顶的这个时，其实就是将基督压起来，放伫伊要受死的正确的位置顶面。是徛伫人甲上帝的中间，这是祭司家己徛伫家己的祭坛顶面。咱想象迄个状况，伫山顶有足侪声，有法利赛人咧起笑的声，有刀剑咧弄着的即个金属的声，有犯人咧嗷叫的声，但是耶稣敢若无出什么声。所以，当耶稣开嘴讲话的时阵，是对陷害伊的人讲出赦免的话。伊嘛想诉伊的老母有一个囝儿，伊成全一个强盗的祈祷，然后伊用一个兵丁提水要来啉。经文安尼记载讲，对正中昼到下晡的时，遍地全地拢黑暗。迄个时阵，黑暗亲像布盖起来，将日头盖起来。了后，耶稣讲：“成了，就断开。”耶稣为你我成就了救恩，成就了一切。当基督伫伊的肉体害咱所有的人的罪，咱想象一个，迄个挂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伊开伊的手，互咱看见伊的灵魂。其实，这个时阵，伊是咧请求上帝，讲将所有人的罪，因所应该受到的刑罚，拢放伫我的身躯顶，将这个世世代代得罪上帝应该受到的惩罚，拢放伫这个无罪圣洁的囝儿顶面。安尼，上帝将这个上水的礼物赏赐予咱。就是拄起咱每一个人罪的一个上帝羔羊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开放杀我？当基督发出安尼艰苦的离岸的时阵，其实伊是为着咱每一个人，毋免搁去经历着这种痛苦，因为伊为咱承担。也毋过，耶稣互人当作罪犯、犯罪的人。死伫十字架，迄个时阵门徒四散，侪犹太人其实开始是仰望伊会当成做一个弥赛亚的君王。那用这个眼光来看，耶稣应该是失败，但是
耶稣死3天了，佫救活。亲像伊讲的预言，伊是创造生命的主，伊创造即个自然律，伊嘛创造即个生死的生命的律。伊为着救赎人的罪，降生成做人；伊为着咱的罪，互人定死。所以咱来想，其实伊有权能的，所以伊赢过死亡，伊袂互即个死亡所捆绑，伊救活了。毋是伊救活尔，伊享受互咱每一个人有救活的性命。那呢，基督毋但是救活，伊阁互天父上帝关心到伊的宝座前，坐伫正边。耶稣救活40天了后，伊为门徒咧祝福，吩咐因讲：信神要降临伫恁的身躯顶，恁会当得到能力。因爱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了后就上天，有云彩甲伊接去。耶稣先关心到天的时阵，伊捆绑了所有的对敌。而且将逐项的恩赐赏赐予咱每一个人。伊救活嘛应验了上帝起头的预言，就是妇人的后裔要拍伤蛇的头。伊嘛得到能力，互撒旦对天对落，亲像死人共款。伊嘛有赢过对敌一切的能力。那安尼来看，天父上帝互上帝关心到天里。是要互伊伫天里坐伫伊家己的正边，超过所有一切有权的、有能力的、所有统治者一切有名的。所以毋但是迄个世代尔，是到永永远远未来拢总有。伊要互万民降服伫伊的骹下面，伊嘛要做教会的头。咱安尼来看，所有一切天顶、地上甲地下的。拢因为耶稣的名，伊的骹头夫拢要跪拜，伊拢要称呼耶稣基督做主，互即个荣耀归予上帝。嘛是所有一切，不管咱即个世代、咱即个世间，还是灵界，所有一切所就的，拢总要降服伫耶稣基督的骹前。因为安尼，耶稣伊讲有权柄。即个官兵，伊嘛赏赐，互咱每一个来军队伊的。伊讲，咱爱互万民来做伊的门徒。安尼来看，即个是一个无限的疼，因为耶稣是一个反败为胜的一个典范。伊离开天顶的宝座，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世间，为咱死伫十字架顶，救我上天。所以，对今仔的经文内面，咱有几个点，咱会当来看。第一个是，伊无掠荣耀上帝的平顶做接手的，伊无掠条无放。颠倒是第二个，伊放空家己，放弃伊伫天顶做神所有一切的能力。第三个是，伊放空了，伊落来到世间。道成肉体，徛伫咱每一个人的立场，知影咱的需要，经历过咱所经历过一切。第四个是，伊谦卑家己，伊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做人的模样，而且伊阁专心来顺服上帝到死，死伫十字架顶，牺牲家己的性命。上尾是上帝互伊关心。成做一个胜利。那安尼来看，咱只要愿意以基督的心做心，学伊的模样，上帝嘛会互咱在前不在后，互咱会当徛伫头前，互咱会当每一天靠着伊过着得胜的生活。台湾基督长教会伫明年是150周年，伫这过去的中间，上帝真恩待。台湾这个土地，但是咱游玩爱伫咱的生命中，咱来活出信仰的生活。所以总会提出基督徒爱活出信仰的8个点，互咱明白了解。第一个是咱爱敬神疼人，咱爱敬畏上帝，咱爱爱人，
第二个，咱每一天拢爱来读经，来，咱搁爱时时来祈祷，温群来聚会，咱爱真欢喜甘愿来奉献。这个奉献有人想讲，敢若是金钱的奉献，其实毋是。这个奉献是咱全人的奉献，咱爱来做工，咱爱来做服侍。上重要的是，咱爱带人来归向上帝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领受到这个稳定了后，咱爱来服务咱的社会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徛起伫台湾这个土地，咱爱知影，咱维护这个土地的生态，互咱会当继续徛起伫上帝祝福的台湾。有一位伫美国拍篮球的 NBA 的球星叫林书豪，伊过去一段时间，伊拢有面对着困境，所以伊咧面对伊拍球的即个生涯的困境的时阵，伊学会晓真正成功。伊甲咱的分享有3点。第一点，伊讲当伊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困境教伊学会晓如何来勇敢面对困境。第二点，当伊低潮的时阵，伊讲教伊会晓安怎会当真正谦卑落来。第三个，当伊面对一寡错误、失败的时阵，教导伊学会晓更较亲密来爱上帝。这是伊互咱会当学习的，因为安尼，耶稣既然为你我离开放下天顶的宝座，降世真侪人，受尽每无足侪款的试炼、侮辱，那呢，伊定伫十字架承担你我的罪，你敢愿意接受耶稣，成做你生命真正救主吗？咱可能咱已经侪年啊，所以即届咱该搁一届反省，耶稣敢是你生命中唯一你会当掠伊做大心思考行代志的一个目标吗？那呢，我相信耶稣会将迄个反败为胜、有勇气去面对困境挑战的能力赏赐互你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真感谢你，搁一届，我来领受到你的话，是为你找你的独生囝来到阮的中间，为着阮全人类的罪，为着阮在座每一个人的罪，付出了伊的性命，然后伊赢过死亡，了后救我，互阮有一个救我的愿望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生命内面。我会当时时刻刻为主你来做干净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反败为胜。当我来面对困境挑战的时，阮知阮所要倚靠的是上帝你的权能，愿主帮助。这时我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歹害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主旨意